小朋友按照。哇，你按久没看到，你都有乖乖的我看吗啊？我们好久不见了，你们有没有乖乖在家里呀？小朋友，今天呢，你是第一摆看先生的样片来上课。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看老师的影片来上课。好，上课之前呢，先生还要同大家讲，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？就是俩下新冠肺炎。新冠肺炎很严重哦，所以呢，出门一天要戴防晒液。你都出门有戴防晒液冇啊？出门要戴防晒液。才可以出门哦，这样做得出门哦。转来复看呢，第一件事情要做嘛该？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俩防晒液，口罩脱下来，然后呢，多扎，缠起来，丢到垃圾桶。倒着缠起来后丢到垃圾桶。好，丢到垃圾桶以后，要做嘛个事情？就是要用茶壶做嘛个？洗漱。好，这个你们一定都会，对不对？茶壶洗漱。好，讲到用茶壶洗漱，我们是不是要来唱一下茶壶的歌曲呢？好了，准备好吗？好，来开始咯！茶壶，用来洗头那么污污。茶壶，用来洗身唔会汗出出。茶壶，用来洗面皮会油油。茶壶，用来洗漱唔会恶力度。嘿，记得哦，要随时洗漱，要随时的洗手哦。这样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吗？冇问题哈。那秋迪先生就迪，你的一定是最赞的，你们一定是最棒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学的2句话是什么？出门要戴防晒液。出门要戴防晒液。那摆转来用茶壶洗漱，所以我们的句子第一个是出门要戴防晒液，第二个呢，要用茶壶洗漱，2句话记起来了吗？记起来吗？好，现在换你们说咯。第一句，出门要戴防晒液。第二个，要用茶壶洗漱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线上就要等你们传影片给我，看看谁最厉害、最强，可以对着爸爸妈妈说这2句话，然后呢，录影传给线上，录样传给线上，那线上就要等到个样片咯。今日嘅课程係乜嘅呢？今日嘅課程啊，就是心情，噔，小朋
朋友，你都看先生的心情怎样的呀？老师的心情怎么样啊？呵，哎，没错，先生的心情了哈，动伤心。动伤心，为什么老师现在的心情很伤心呢？有谁知道？看看哦。好，先生算到10秒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，先生做乜嘅要动伤心呢？老师为什么会很伤心呢？因为先生动想的，老师好想你们哦，所以呢，做我们的看到你的，不可以看到你们。当然有啦，先生有看到一个小朋友，那个人是谁呢？谁知道？对，就是待在先生家隔壁的阿丽。先生只可以看得到阿丽，其他的人我都看不到你们，所以先生动伤心，动伤心，很伤心。来，我们来说一次咯，动伤心，动伤心。好，那心情动动心情，除了很伤心、动伤心，还有什么样的心情啊？好了，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心情会是什么。当当当当，啪！发现，发现，发现，生气，发现，生气。什么时候会生气？好，我就知道，因为像阿丽一样，对不对？被关在家里，管都不卡，中的注意力不可以出去玩的时候，就是会很生气，发现，发现。可是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我们可不可以跑出去啊？对，做唔得咯，做唔得出去哦，不可以出去哦。然后乖乖的不卡，那乖乖的不卡，你们什么时候还会发现？哦，我有听到啊，有的人啊。哥哥、阿哥跟露台，或者是阿哥跟露妹，怎么样？对，眼嘎吵架，或者是熊大，熊大呢？不是赖的熊大哦，是打架的熊大哦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就会发现不可以哦，不可以哦。好，所以我们学到第二个心情就是发现。发现，那第三个心情是什么呢？你们猜？是什么？嘿嘿，是这个啦。动听是什么？很开心，很开心。什么时候很开心？就像欣赏。在学校看到你们，跟你们一起上课的时候，我就会动听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好，小朋友，刚刚啊，我们已经介绍了3种心情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要介绍第4种心情。第4种心情呢，第4种的心情呢，老刚刚的动听很接近的哦，就是这个。动欢喜，那动听跟动欢喜有没有一样？有哦，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意思。动听就是很高兴，那动欢喜呢，当然就是很开心咯。所以你觉得高兴跟开心有没有意思一样啊？有，对不对？好，比方说，欣赏什么时候会动欢喜呢？欣赏是动好事嘅东西嘅世界啦，就会动欢喜。哦，那如果你是动欢喜的时候，你就会怎么样啊？动欢喜的时候就会
享受，享受，享受，享受。很开心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象，享受，享受。等开心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象。好，那我们刚刚有说，什么时候会享受呢？当欢喜，当欢喜。还有呢，当痛，当痛，当痛跟当欢喜的时候，你都会享受，享受，享受。那你什么时候会想哭呢？你什么时候会想哭呢？这时候啊，当然就是欣赏想你们的时候啦。动送心就会想哭，动送心的时候就会想哭。不过啊，有一些小朋友呢，他在发欠的时候啊，生气的时候，发欠的时候呢，也会想哭。发欠的时候也会想哭。为什么他在发欠的时候会想哭呢？怎么会在生气的时候想哭呢？因为他很生气，气什么？气自己。气阿公、气阿爸、气阿妹，不知道。好，他有时候生气的时候，他会气一气，就觉得自己很委屈，然后可是他不可以发脾气，所以这时候他就会想哭。好，所以小朋友，我们刚刚啊，先叫你画你的心情，你还记得我们的心情有哪几种吗？几种？记得吗？4个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当痛，当欢喜，发欠，当伤心。好，那线上就要等你们画出来，你紧不紧？今天的心情怎么样？你紧不紧个心情用诶？然后呢，你画好了以后，你可不可以拍照或者是录影给老师看，本线上看呢？那你要分享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人帮你问说，你紧不紧个心情用诶？好，现在假装线上问你了，你紧不紧个心情用诶？然后你画好了以后，你就要说，紧不紧爱动痛，紧不紧爱动痛，或者是紧不紧爱动欢喜，紧不紧爱动欢喜，或者是紧不紧爱发欠。紧不紧爱发欠，或者是紧不紧爱动伤心，紧不紧爱动伤心。好，线上就等你们的分享咯，好期待 ！Hello， 紧不紧的课就上到这边咯，你下一拜再过见咯，拜拜，张来了，喵喵，张来了，同事朋友讲张来了，张来了。